你有冇試過咧搭的士嘅時候，本來心情好好，點知咧你一開口咧，司機就黑你面啦，又鬧你啦，仲兜你路喎。嗰一刻你有冇諗過啊？你點解咁冇禮貌啊？你係咪犯法啊？係啊，仲誇張都有啦，拒載啦，唔肯過海啊，話俾你聽唔熟路啊，嗰陣應該有啲人都會諗話，喂，呢啲咁樣咧，可唔可以告到坐監㗎？今日咧就同大家講清楚，的士司機冇禮貌、兜路、拒載、濫收車費，到底係咪犯法咧？法例又點講咧？先講俾大家聽最震撼嗰句，冇禮貌係犯法。係啊，咁啊喺道路交通公共服務車輛規例入邊咧，第45條咧講明嘅，的士司機咧要有禮貌啦，守規則，衣着整齊，唔可以喺車入邊吸煙。一經定罪，最高罰款3000蚊同埋監禁6個月。所以咧，司機黑面啦、鬧人啦、態度惡劣啦，唔單止係服務差咁簡單，仲犯法添。再講兜路啦。規例咧第37條就講明，司機其實係要用最直接而且切實可行嘅路線去到目的地嘅喎。係啊，兜路一經定罪，最高罰款1萬蚊同埋監禁6個月。但係咩係兜路咧？法庭咧係有講過嘅。喺2016年咧，喺香港政府告呢個前錦源嘅案件入邊啊，司機啊話咧，喂，法例唔可以要求我識晒全香港最直接嘅路嘅噃。咁法官潘敏琪又點講咧？佢話司機咧係有責任以最短時間送乘客到目的地嘅。如果唔熟路，應該問乘客。咁啊，如果因為突發嘅事故啊，例如塞車啊、封路啊，先改行其他路咧，咁呢個咧都可以算係合理嘅辯解嚟嘅。咁拒載又點咧？咁啊，梗係同樣有罪啦。呢個規例第37條亦都講明啊，除非有合理嘅辯解咧，司機係唔可以拒載。但係過海站咧就例外啦。如果你係喺過海的士站嗰度截車，司機係可以拒絕唔過海嘅乘客嘅。係啦，2011年咧嘅陳楚文嘅案件咧講得好清楚啦。司機如果用藉口拖延啊，又話塞車啊，叫你轉車啊，或者淨係行邊一條隧道咁樣啦，都算係拒載嘅。我話俾你聽啊，濫收車費就更加嚴重啦。規例第47、第49條都講明，的士一定要接載乘客嘅時候係按標收費，唔可以亂開價嘅。一經定罪，罰款1萬蚊，監禁6個月。係啊，真係有單真實案例㗎。一個44歲嘅司機就係第2次向遊客濫收車費㗎啦，被判監62日，吊銷牌照12個月，罰款1200蚊。所以咧，濫收車資咧唔係講數，係刑事㗎。講完罪行咧，就講投訴啦。咁乘客遇到拒載啊、兜路啊、冇禮貌啊、濫收車費，其實可以點做咧？好問題啊！咁啊，首先當然可以報警啦，可以向交通諮詢委員會投訴啦。如果投訴人肯出庭作證嘅話，咁案件咧好可能亦都會交俾警方去調查啦。咁有機會要判控司機㗎。2023年咧，警方就收到9584宗的士投訴，最後檢控咗57人，全部人都定罪喎。係啊，而且2024年開始咧，的士違例有計分制度啦，濫收車資拒載10分，咁啊兜路5分。拒發收據3分，2年內扣滿呢個15分咧，就要取消呢個駕駛資格㗎啦。咁啊，初犯停牌3個月，再犯6個月等等。總結一句啦，的士司機咧冇禮貌啊、兜路啊、拒載啊、濫收車資，全部都係刑事罪行，最高監禁都得㗎。係啦，咁啊乘客就唔需要忍嘅。咁遇到唔合理嘅行為咧，就係投訴啦，法律可以保障你啊嘛。